線呢就唔可以有蟲窿，仲唔可以有木結同埋爆裂等等嘅瑕疵添。而且木材嘅顏色呢要近似，表面又要夠平滑，切面嘅形狀仲要以則師批核嘅樣板嚟到做標準先得噶。咁喺安裝腳線之前，工友就要先確保牆身夠平直，咁等於我哋做人腰骨要夠挺直咁啫嘛。咁然之後咧就要用氣槍釘將腳線穩固咁釘喺牆上邊。咁記得腳線一定要同牆身同埋地台緊貼。釘完之後，你釘頭咧就梗係要執翻平佢，同埋執翻啲色啦。唔係睇到晒一粒粒釘喺度，就好似我老婆成面豆皮咁，靚極都有限咯。炳叔，啲濕濕嘢就無謂提啦，講翻腳線啦。嗱，直身嘅腳線呢，就要盡量唔好接駁，如果真係要嘅話呢，就要根據則師批准嘅位置，兼且以45度角碰口嚟到做嘅，而且做嗰陣時呢，個接駁位一定要平直緊密至得嘅。咁至於窗台板嘅安裝就唔係好複雜嘅啫。首先工友就要清理好窗台石屎面，同埋度好實木窗台板嘅鑽窿位置，之後呢，就可以將啲螺絲膠塞收喺窗台上邊，再用螺絲嚟收實窗台板咁就得噶啦。不過記得啲螺絲頭就要藏喺窗台下面，而啲窿位就要用木塞填翻平佢，同埋執翻滑至好啊！即係好似啲爛牙咁，蛀咗個窿啊都要補翻佢咁解啫嘛。咁如果要安裝窗台飾面板呢，就要先將窗台石屎面執翻平滑，同埋清理翻好佢，然後就用螺絲膠塞或者石屎釘收上夾板底板，跟住再貼上飾面皮薄夾板或者係飾面薄皮噶。咁呢啲飾面薄皮，除咗可以用氣槍釘之外呢，都可以加釘臨時木條嚟到穩固佢嘅。最後再釘上封邊線，等飾面薄皮緊貼底板之後，就可以拆除木條噶啦。不過記得所有窗台板嘅位置同埋平水都要依足圖則嚟做，同埋要低過窗嘅玻璃線。咁第時要換玻璃就方便好多噶啦。總之大家工序都冇做錯，靚女熱吻就長一個啦。咁而裝喺大廈公眾走廊或者 lift 堂嘅天花線呢，就一定要採用防火物料。如果天花線係木料嘅話，咁天花線就要油上防火油啦。喺安裝天花線之前，工友就要先根據墨線貼好保護膠紙，同埋要確保天花牆身嘅裝飾已經做好晒咁先得嘅。另外呢，天花同牆身仲要夠平直，所有天花燈位同埋過路雙位都唔可以食入天花線噶。嗱，咁講到一般天花線嘅安裝方法呢，就係將天花線搽上製造商嘅膠漿或者係液體釘，然後就貼喺天花同埋牆身嘅位置，記得盡量唔好喺當眼嘅地方接駁天花線啊！嗱，最後工友再執翻平啲接口位，同埋清理翻啲膠紙咁就得噶啦。記住啊，天花線一定要安裝穩固同埋夠平直噶。冇錯啦！嗱，如果地盤入邊每一個人都能夠盡力做好頭先我同國強所講嘅每一個工序，咁就已經達到優質工序嘅目的噶啦。知道未啊，國強？知道。